起點喺邊？我唔需要你嘅起點。你想去邊？你想去邊？你想去邊度？你想去邊度啊？你想去邊度？你想去邊度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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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唔可以幫你揾呢啲資料，我淨係可以幫你揾九龍巴士嘅交通資訊。我唔可以幫你揾呢啲資料，我淨係可以幫你揾九龍巴士嘅交通資訊。你想去邊度啊？你想查詢其他關於九龍巴士嘅資訊嗎？例如路線、時間或者車費？請提供路線號碼，等我可以幫你揾到相關資訊。唔好意思，我唔知全香港最平嘅巴士路線。九龍巴士路線嘅收費會因應路線長短同埋地區而有所唔同。如果你想知道由富亨出發嘅巴士路線收費，可以話我知你想去邊度，等我幫你揾客。你想去邊度啊？再見。有冇其他關於九龍巴士嘅嘢可以幫到你？